舊年股市豐收啊，今年我哋第一個要拆解嘅疑問就係，究竟市場係咪出現咗泡沫呢？用數據說話，預測超大型嘅科技企業資本開支喺今年將會提升4000至到5000億美元，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咧將會更持久地走高，收入增長咧有望會高過資本開支嘅增速㗎。自由現金流充裕啊，所以我哋認為科技企業同泡沫咧仍然有距離㗎。我哋維持睇好環球股票嘅觀點。美國嘅科技股盈利咧繼續強勁啊，聯儲局減息咧亦都支持美國嘅經濟。當然咧唔能夠忽視高估值嘅風險，所以咧我哋要保持投資多元化，同時咧要超配美國同埋亞洲除日本以外嘅股票。當中咧，我哋特別偏好中國同埋印度噶。嗱，美股行業方面咧，我哋亦都會分散超配喺科技、健康護理同埋公用股。嗱，至於股市之外，仲有乜嘢係值得投資者關注呢？下集會拆解今年投資者第二大疑問：利率走勢將會係點呢？